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半夜後阿天當歡喜，邀請到客家54人親妹人先生，今日係我新竹竹東嘅鄉親咯，非常歡喜嘅帶來佢嘅作品。你實實先來分享先生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親妹人，係新竹竹東人。先生好，今半夜帶來你嘅作品嗬，我同大家好好來推薦新竹風。你新竹嘅風呢？你應該講係你四個溫習，係該東西嗬，用話按這樣嘅名嘅咯。因為我想有幾隻理由啦嗬，第一是係講我係新竹人嘛，我從細是帶新竹人，和你下帶新竹市啦嗬。對新竹嘅風當熟悉，當有親切感嘛嗬。和雖然個風一起嘅時節嗬，眼是起唔係啦。不過我對新竹嘅風和市道當有感情啊樣嘢。你係第一隻理由啦嗬。第二隻理由是係講嗰隻新竹風嘅風勢啊嗬，我市道有風格，我是係講容貌嘅意思啦。係，比如講。你一張人個打扮當日本風嘅話，要咁講嘛嗬。個風嘅意思是講一種風格，容貌咁樣。所以我是知道，新竹風呢，那係講，行業嘅腔調來講嗬，其實係海陸腔嘅意思。係，所以你講海陸風係嗎？海陸是講。對腔調來講啊，就新竹風像人，我兒喊是講講海陸咁嘅意思啦。係，和我自家也有一首詩按到新竹風哈，所以我是攞了本書按到新竹風呢張名係。當用心誒，那個我一片唐人哈，為人先生按用英講下，我就非常嘅親切。像啲器材，啲新竹嘅土地檔，嚇大嘴鼓、吹冷風、香樹蘭，啲空氣當中嘅味道是冇窮樣。係啊，先生嘅該東西啊，嗬，用為有啱嘅想法，想來出了本新竹風嘅四個溫習。因為我讀嘅交通大學客家學人嘛，畢業嘅方式嗬有兩種。一種是係講，你簽隻題目來寫當場嘅論文嗬，差唔多係30萬字咁嘅論文。還有一種是用藝術嘅創作，比如講我辦嗬有人拍嘅紀錄片，有人舞蹈嗬，跳舞啊嗬，還我是寫詩咁樣，還係出一本作品出來。和另外是加一篇好寫論文是做的咧，創作理念咁樣嗬，兩三萬字是做的，所以用創作來畢業也係一種方式。哇！我看到了四個溫習嗬，一開頭是有數序咩嗬，前當然未講一本啲交通太好咧，客家學人掌聲鼓勵，因為呢用藝術創作嘅方式，未做得本社會大眾看到，你都有正經發自內心，你都想去做嘅事情。韓國真係有作品，大家做得支持，係冇？係啊，呢地圖嗬要分做50，嗬是代表我知道係人生冇窮用嘅階段，做得同大家嚟分享嘛。譬如講第一時你寫到嘅，算係咧對自家嘅咧思考，按到適當嘅自家。第二是係聽阿公去看戲，介意寫時節了。第三是兩樣當成是沙皮嘛，都到無辜嘅。當然咧是像有咧男女之間嘅情感。老老公。老老公係啊，第四是係變做戇家婆咧，哇做家婆。第50是講到新竹風，好咧50做喺啲節目當中，特色同啲念一首詩歌嘛。好啊。11嘅部分係2018年提出來嘅論文計劃嘅時間年頭提出來是2018年去年1年嘅創作表達。第一10吧，
和第一集第八度吼，有日休息按到爱改变，吼，假使係講愛有安嘅決心吼，心中母語用母語寫作安嘅心情啦吼，愛改變，愛改變，我可能都感同誒，係，咁我試來讀一下吼，好，愛改變，將寫愛改變專門寫華語，先生講因你係中國人。上就會安樣，有日查麼，我改變也寫英語。阿爸講，這係世界通用，學校外頭將有前途。大學這下，我改變學寫日語。阿妹讓我強下讀日本詩，這有記童年時嘅回憶。到歲咧，我改變多咗來寫漢語。天經地義，冇人做得限制，呢係母親嘅愛意。哇！看呢篇詩歌文吼，是啲講，先生你要會講自己嘅母語、漢語、華語、英文、日本話，全會講嚇。不過，像漢轉一年，變到遲到，哇！你故鄉嘅水實在很甜，你嘅母語話實在很好聽吼。當親戚有當有內涵嘅語言，冇錯。所以我想第一時一看呢一篇詩啲講做乜嘅，你理下要用客家話來書寫，嚇，你完全寫出你嘅心情。無論大家用乜嘢講，像人生太好，你社會太好，你韓國一年，將來看自己要自信。咁天意詩呢，同你介紹一下。好。天意詩係寫回憶，快想安樣嘢吼。我想到透過細細時節，我係阿公阿婆土台嘛，所以對阿公阿婆當有感情啦吼。係我講其實，當好糖辣椒吼，我從來聽人去糖，還有該做台戲，裝頭要做戲，我係聽人去看吼。和阿婆是乾切的人，錢裝當黑啊樣啦，馬上是那個錢唔多。和阿公阿婆的部分，我也有寫意到啦吼。和其中是係聽阿公去看戲。哇！我細細回憶未轉來咧，你係食現炸啊，食湯啊，嚇。其實吼，唔係真正係看戲啦吼，是上個現炸我啲不有寫吼。聽阿公去看戲。阿公帶定愛定呢，同我去隔壁莊看台戲。阿公講做唔得青菜節哦，做唔得動物水哦。聽阿公去看戲，戲棚當依山倒海泛理髮，戲棚下酸酸甜甜風線雜。阿公經看戲棚當，順唔緊望戲棚下。聽阿公去看戲，長拗劍做媒人，石頂山三鋪一開，五鋪一擺，當神奇。我見想現在嘅美事，阿公看定愛定呢，幫我轉屋客，行一擺門一來，湯嘅食體有愛都冇晒。哎呦，你啊實在哦，寫到凍好呢。你細細咪安樣嘢嚇，可能去北宮下，後苗片下，也可能去香港做戲，你去香港是緊食湯嘅，緊忙嘅買現在來食安樣。食睇嚟是，濃湯講，我轉嗎？做睇嗎？哇，所以你阿公阿婆嘅你。到讓頭擺剩飯咪寫凍到，阿婆扶頭改前兩邊，我自家咪係，哇！知道，阿婆真經係，你不卡地圖應講，剩飯嘅支柱嗬，個錢嗬，可能達超過24張嘅啦。目的係希望講咧，貴咗家庭嘅剩飯，偷到妹，做得顧到好好。係啊。嗰個係第三篇咯，哇！沙皮媽都到無辜嘅，所以你寫嘅沙皮媽呢？係，第三節嘅係題目，我係用嘅第一首詩嘛，嗬，沙皮媽都到無辜係寫講，我老公嗬，當唔好講話啦，嗬，
也唔會按挪人啦，剛開始有啲嘅人談啊，樣樣嘅意思。不過第三世我上愛念嘅係阿妹嘅財產，因為我媽媽咧下實際當念從嗬，冇乜嘅心愛咧嗬，佢係一隻當見來嘅婦人家，所以我當懷念佢對財產做些。哇，唔談得嗬。阿妹嘅財產，財產係阿妹不變嘅嘢的，長短冇乜嘅相干。落配斂財，改人搭烹，日頭為財潮機轉ra。財產係阿妹變化嘅四季，春夏秋冬青色做主，參定白色、紅色。秋色、黃色，日光為天守看顧。財產係阿妹嘅頭創年，正月到12月，財上孫有機作創，棒草開鳥同嘅信仰。財產係阿妹嘅一聲音，頭擺叮叮嘅背囊，一下長冬下背炯炯嘅。古繞財，聽你當感動嗬。係，是講見擺講戲嘅時節嗬，媽媽是做財產嘛，做財產都該總動到財本喺度大講戲啦嗬。呢下是佢人唔好嘛嗬，是當懷念佢對財產嘅嘢的。係。哇，譚武元先生講哦，看到阿妹嘅財產是阿妹。當親嘅愛嗬，你喺呢用哪一種形式變成你配定媽媽、配定阿婆哦？等下節目轉來繼續來談武元先生嘅解分享。歡迎所有朋友轉到福喜來嚟，今本呢個節目邀請到客家54年陳武元先生來分享佢嘅新竹風嘅4個溫習喎。呢新竹嘅風，當送上吹起來呢，本意鮮花為開嗬。家下頭前嗬一段節目，我看武元先生講到呢個真情流露啊，我實在送着你寫你部本機嗬，本機冇夾啦。了落去嘅4溫當中有豐色嘅記憶，我看應該係相同嘅。做乜嘢？哎呀，你看到是係你嘅是用媽媽嘅記憶啊，媽媽是紅人嘅世界好食咧，所以你係肯做啲買俾媽媽，媽媽你好食咧係麼？嚇，用冇強用嘅方式來配記啊？係啦。係啊，係啊，像你家談到呢套咧4個嗬，用去了口硬念起來，前度係咧溫習地圖嗬，你講講到動物、動物，你咧寫嘅方式，你係你寫就係用現代詩嘅方式來寫係啊？我一開始寫嘅時節是想講用現代詩嘅方式來寫啦嗬，因為漢語也做得寫漢詩啊，也做得寫嗰種足記詞啊，嗬，不過現代詩是講，佢嘅規定冇咁多嘛，嗬，唔是講7隻詩啊，係5隻詩嘅，唔是講規定押韻，嗬，佢嘅形式當詞語嘛，和老意象表達出來，你用乜個暗示啊、比喻啊，咁樣表達出來，是。我這個詞度對我來講好簡單寫咁樣，所以我是用創作現代詩嘅方式來寫。和啲背讀也有技巧嗬，我跳用押韻，我想來講，本像聲音咧讀起來好容易記起來啊，嗬，冇是講做得做歌詞咁樣，我是有技巧也跳落去押韻咁樣。係，念起來是像你。細細要讀通宵，念到4個啊，讀起來咧原腳為天守你嘅記憶，差唔多。所以今日講到歌詞，其實呢你下嗬，除了寫自家嘅文章嗬，現代詩以外呢，未老愛 color，
阿 Kim 吼，秀廉 Kim，有合作有写歌呢。有嘿。係啊，還有打頭名，係咪哦？嗰首是新竹風係因為去年吼，新竹人界客家新曲獎，我老阿 Kim 兩沙是合作吼，我講我有一首寫到新竹風啊吼，你看做的麼？俺去看到也當中的是，所以兩沙是合作我老佢該寫到歌詞的形式吼，阿 Kim 作曲，和去年是得到第一名。哇，安排哦，咁你係要變做作詞人了？冇寫當多少啦，咁寫起來你知道咯，你寫這個是有乜個冇強用的素材嗎？寫歌詞吼，為到為合唱吼，你是差不多大幾是壓人啦，哈，我簡單的是個內容唔係講大幾要壓人吼，該是盡量改到有人來啊，用人叫吼，變佢強人來。我嗰是寫副歌啦，哈，副歌我寫唔曉啦，哈。因為歌曲是到短片的溫柔強用，有起承轉合，有主歌，有副歌，可能還有一段係應講哈，像歌橋安樣。所以該用扮演來安排個副歌呢，我學唔曉吼，阿 Kim 佢當有想法，其實因為講。你哋要改寫，用班，然後佢變做副歌，冇是講那一段吼，就在變到該敲該搭啊吼，所以佢有佢嘅專業，所以我兩沙合作起來，起到真好啦，真歡喜啊樣嘢。你係你技術有啲合作係啊？怕係有機會。那個也地圖吼，其實還有一片我自家看嘅，我咪係，我就非常的感動，按到念轉來啦。錯。你念轉來啦，咪係啦，阿 Kim 要合作係冇？係，念轉來啦，是係講阿 Kim 講佢希望做一首歌曲係關心海洋一樣嘢。係，佢這個曲是好嚟啦，吼。佢是基本係彈，佢講希望我找佢嘅曲好來填詞是出來哦。個填詞嘅方向是嚟講，來關心海洋，係，佢是找佢嘅個曲調吼，來填詞是寫念轉來啦，兩首歌詞。係，今日廣東重要吼，用翻佢曲嘅時候，你寫詞嘅時間吼。我特別來思考，因為用扮演，你講 voice 係要上調嘅歌帶啊，所以你喺寫係寫強用係錄曲。係，上佢嘅個曲調係香港上嘅，你寫詞都唔得香港下。比如講，你講趙鑫，你做咩咧講趙鑫？錯。你好，安樣是怪怪的，所以就你講 voice 嘅反義嘅調個。係錯。女台吼係會唱歌嘅人，所以非常清楚吼。我咪會寫，你要寫。寫嘅時間，你係思考講，本人你唱出來，你係彈嘅詩啦。錯。係啊。我是好冇真心講，該歌詞吼老上調係相反嘅嗰種字嘛吼，按強調落去，按樣是。你會想，你到底係乜個意思？我會彈心嘛，係怪怪啦哈。係，所以該填詞嘅時節，佢係該上調係歌嘅，你填嘅詞係歌，係，佢帶嘅你填嘅詞係帶，所以先有曲兩類寫詞吼，我就冇咁簡單。所以咧，係挑戰啊，先有曲。十個類寫詞，你未算係你第一隻新嘅方式來創作。係，個地圖你知道最困難，你拄到強會欠唔過嘅係乜嘅？比如講吼，就是講，阿 Kim 會講，佢希望個副歌嘅時節吼，你愛用扮演挑戰啦吼，也睇睇下係上調嘅問題啦，冇是講，我對得到，叫個副歌嘅時節吼，第一段，比如講。這樣嘅題海，你後背，對
对一下杨百年来台会哈。哦，哦，哦，呛呛该台会，然后酱酱该台会。嘿，像机希望讲，天台副歌那天台副歌，你要对一道来呀哈。哦，你对认同的人来讲，也係講對幾隻意象來講，還有呼應的感覺。哎，就，剛開始會相當久啦，是會相當久。讓你考試哦，本單你做幾個線上，你一電到幾小可能指通你咧。嘿，有人，我其實幾下教我真多啦，就是講，寫歌詞那些用半音來寫哈，我老阿 Kim 也學當多呀。哇，很讚哦！既然講到咧，老海洋有關係吼，咪係你哋係創造一隻新嘅方向，是關懷社會環境嘅議題。就得邀請你同我念一下嗎？念進來咧，念進來咧。一條呢片吼，看起來，我對咧最美嘅結束嘅時節，我有前多嘅好奇，我想大家先聽定下人來打嘴鼓，好，第32日。哦，32下，係，我攞念進來啦，係念進來啦。天海風想愛去到哪位？愛去到水老天嘅教會。大海係讓愛嘅母親，唔盼得阿妹受傷心碎。天破浪想愛去到哪位？終於到深海地度秋水。接聽阿妹心跳，頭擺講緊一去不再回。念進來啦，침進來啦，念到進來長長嘅大海，有沙烏散呼叫，聲聲不息，豐容穿萬台。念進來啦，침進來啦，念到進來靜靜嘅大海，白花淡眼순，超喜超退。煩惱該往來，對幾個都市，對幾個創老位，裝訂嘅東西千年都發唔開，對幾個木心，對幾個心肝度，抗定阿妹嘅煩惱老悲哀。大家有聽出來嗎？地圖你係寫乜嘅？誒，阿妹，馬莎係阿妹，原來是係個大海，我第一擺讀嘅時節，讀起來，到我禮拜吼係，因為我讀禮拜，到線上講嘅念吼，我一篇上，我總算從讀到很啊，了解呢個很啊大拍咧吼，一時講哇，原來乜嘅東西千萬年唔會發開來，呢是我愛惜呢個海洋，我半幾正經乜嘅唔消化哦，所以自然嘅東西呢係同食，你食到都好誒，有啊，是冇呢，所以你少當冇簡單食好嗬，來來回回少解當見，不過食出來以後，自己會知道正經。你沙皮嗎？很沙皮哦，要做一隻新嘅挑戰會嗎？會啊哈！所以其實寫文章要當應講，自己反思當久誒，唔係講我需求我講咩是講咩，你落筆嘅時節，我思考講，係譬如講我對象啊、阿遠啊，當多嘅學問咧，加上你下未前冇慳啊哈，因為你喺我圖書呢啲嘛，定一下，等下倒轉來哈，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家下講第40、第50。就係老了孫呢，自家做阿婆做家婆有關係內容哈，當定一下個，邀請大家聊一下，繼續到轉到呢個節目個。歡迎所有嘅朋友共下進到呼起來咧，共下來吹呢個新祝福哦。今年呢，牧人先生帶來了4個溫習，實在非常的精彩。先生，應該東西乜嘅機會，乜嘅機緣吼，本講吼，我是開始我逼起來來寫客家4個。因為差唔多2年前吼，我是去報名嘅新竹市嘅副舞台吼，一下到竹塹台吼。范文鳳先生佢開嘅課程，我想來深入了解客家嘅文化樣嘢。喺家下范先生其實有教
客家文学，创作啊，和其实创下鼓励大家啦，该我班的同学去创下鼓励讲，你去写看啊，练习看啊，乜个问题是做的，我是想讲去写看啊样嘢，我是对顺便的事情可以去写我提起休息，按到心照啦，喺地陪都也有，是写讲每一外家人咧，嗰種嘅心情啦，還有去透過也有定出來還漸是即個還有自信心咧是繼續緊寫咁樣。哦，唐公先生很緊按攏伊講，很乖哦，袂夠穩重，很乖哦。唐道先生按攏，很係有信心很乖，很係實忙。范先生佢近排我都係有人教作業嘅，叫馬上教作業。我老師我教作業，其實講很乖，很乖。老師咪當唔會按攏人哋嚇，很乖是當會按攏咧。哎呦，你要珍惜咧呢。所以你看你雖然都安泰咧很係希望人同人按攏一下也講看到你嘅用心，你是歡喜。啲啲咪希望范教授。係啊，所以啱開始你行業書寫我自家啲同意嘅4個文嘅時間，情有共鳴，因為像我細時間啦，阿公阿婆相處，韓國同阿公啊、老叔公啊、阿婆、老伯婆啊、叔婆幾多講話嗰種親近，無論係講緊當地啦，又係講緊沙皮啦，又係講皮到啦、牛頭味啦，全部係讓我細當細時間想法有關聯，所以動感同。意思講我未係有年紀嘅人，你讓我強用，你係後生，你是看老人家。所以寫起來有人講哇，你寫漢語哦，人講漢語寫到當深刻，看起來是當公演，是知道有寫落你嘅深度，啲想法有卡到你嘅心上。就這樣。有冇簡單冇？是講因為我細些聽阿公阿婆嘛所以記得會詞彙從我到我聽我啲背都會啲轉像是愛寫係時候，當自然是那個寫出來。所以很好係講你下鄉親朋友要同你阿公阿婆也講阿太強阿大，真緊多去啦阿公阿婆阿太講話，因為保持係自己都係信仰。係啊，所以一篇看你嘅4個時間，我是今日思考講，你下嘅後生人講，對你嘅母語可能冇當數，也係講對你嘅母語從知道該當有必要麼？你會同佢哋講乜嘅？母語是係代表一個文化啦母語有創新文化上有何創新我這個後生嘅時節我這個客家意識也冇很強和父母因為有從開始接觸個客家文化啦，冇是文史啦我是個下老妹是有共同嘅想法是講，韓白成人呢，你愛教育講母語，你聽愛本記到起碼係熟識阿妹嘅語言老文化樣，所以我希望後生人係講，很同一些客家話係咪做得多講落經驗咗係咁樣係我也教孫啊對佢出聲還是教佢講客係很好喎，我咪會加入，我咪會教成人講客，一番見都重要。我講到轉來肯定要有心啦。其實是有心無論你去到哪位，全部大庭外國人嚟翻見，你係中文你係客話，肯定會講，你係有可能嘅做得到嘅。所以你係先生，你講有客家語是以後，本來係啲靠近啊，
退休，开始有客家语些，係攞去參加客家54年安嘅團體來發表係冇？係，我參加嘅客家50呢隻團體係，重點玩線上啦，中風池線上兩三小解嗬。我哋會拓展係彭雅玲小姐，佢當有經驗，佢用嘅劇場嘅行為嘅方式，嗬，幫我哋獨立來朗讀咁樣嘅。對呢一隻團體啲活動，我咪學習當多啦，嗬，係當難得嘅經驗，係。還記得選嘅戲，嗬是親有五線嘅儀式，係我知道。除五線寫戲啊，嗬，除了係即個憲法，或是寫即個聖明使用啊樣之外，也做得用一啲嘅五線嘅儀式去寫代表五線嘅欣賞啊樣。係有冇強用嘅感覺嗬？沒有影響你後來嘅創作咧？有幾少我是。有啲嘅五線儀式嘅作品出來，所以先發嚟咧，冇強用嘅變化是為帶來作品有新嘅靈感嘛，嗬。剛才講到嗬，有客家儀式，然後沒有討論講教你嘅孫呢，孫輩開始來講下，大家啲冇你啊先生實在當認真。佢嘅孫呢，嗬，多多，阿姨哋係咪當地人下很高級念咧客家詩嗬？從對個通繞開始講，你要準備同你來看一下，哇，經驗起來實在。你係嘛生？你係多多啊？我係小恐龍啦。多多，你當會講嘢講係嗎？跟你講不愛聽好嗎？像一隻貓，咪大貓睇，大貓查開埋，係咗將住哈，人都而家人仲多，在轉起到掹到哈。安慰啊，你用安慰念咯，馬上教你念咪咯。阿婆，你媳婦用到啲啊！阿婆很傻皮哦，我看到孫女念那樣，真緊當袂記得叫誰？2歲4年。當好從細教，我終於未失望咧。所以其實從細做起啊，嗬，你睇見嚟宣教對生嘅影響動態。看到生樣是講，客家很有希望哦。但有看到了穩重地度哦，實在當地人下，譬如講。自家做家婆啊，當你圖書呢有一篇喏石阿婆啊，那可能是在吃到成日食材當地人下，同大家讀一下好冇？好，石阿婆，告訴呢石阿婆，牽幾個手，送愛個面，石到30擺，過2日問佢樣板石阿婆。佢手舉起來，將我嘅面扁落去，扁落去，扁了就時咪當客家呢？係啊，嚇，有終身詞嘅感覺嗬，扁一下不娘嗬，係啊，還會念扁哦。哎呀，所以成日時當然好老去互動嘅本意當到嘅感覺哦，嗬。所以你下自家做農家婆咧，咪當感動啦，嗬。我就當幸福，係啊。我就未來肯係要先嚟規劃麼？係繼續寫麼？會繼續寫嗬。不過因為你提一本詩集是係寫憲法啦，有啲憲法。舊新一隻從因聖明史嘅書寫嗬，下一擺運動會用漢啊法嘅面向來寫啦，看做得打開漢啊法嘅眼界啊樣嘢，非常嘅期待，因為今日讀線上嘅新祝福哦，取到非常嘅感動嗬，我咪期待線上嗬，未來嘅態度。
繼續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介紹分享，好嗎？好，希望你。好，我想今日最尾呢，我係邀請先生是用呢題50地度嘅新祝福送俾所有嘅朋友哦。新祝福，新祝福從當地嘅社會啊，撒當人嘅毛啊，唔抵抗來去。新祝福從反產嘅聲音啊，老將將嘅舌頭。唔到弄頭高義，新祝福從起個嘅時來啊，跳跳了農作斷圈嘅時阿姐，熱情颱風吹呀過來，我都擺緊打結準，斯人茶緊打練情，耳孔為本佢求走去，忙是傾定頭呢，唔是作定圈腳，新祝福唔會傷害你。叫講風吹過嘅起餅現草乾，送風學造嘅米粉，半夜做電路大轉喜。今日節目當中非常感謝牧原先生帶來嘅新祝福，希望先生。希望你睇。非常感謝，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哦，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林先生來做認同了。